香港係亞洲嘅策略、金融及商業中心。喺香港呢個充滿活力同人口稠密嘅城市，鐵路成為咗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亦係香港公共交通嘅骨幹。港鐵為市民提供現代化、清潔及高效率嘅服務，每週日平均接載340萬名乘客。香港嘅鐵路由港鐵公司營運，被公認為全球喺安全、可靠性同服務質素方面表現最佳嘅鐵路之一。港鐵系統配合香港社會嘅迅速改變，不斷擴展，連接香港島、九龍、新界以及中國內地，為市民提供快捷、安全、可靠嘅交通服務，亦都創造高質素嘅社區，提高香港人嘅生活質素。今日，港鐵已經成為香港人生活中不可缺少嘅一部分。1979年，當年嘅地鐵首條地底行車線啟用，正好見證香港開始由一個製造業城市蛻變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地鐵喺2007年12月合併九廣鐵路嘅業務之後，網絡覆蓋更廣，公司實力進一步加強。今日，港鐵系統共有9條行車線，為香港、九龍及新界市民提供服務。港鐵更為屯門同元朗區嘅居民提供輕鐵服務。東鐵線及西鐵線設有接駁巴士，為乘客提供接駁服務。旅客可以使用機場快線嘅高速鐵路服務往來機場。港鐵公司嘅城際客運服務，為往返中國內地嘅乘客提供到北京、上海同廣州嘅直通車服務，並設有中途站。鐵路網絡不斷提升同發展，為市民提供更優質嘅本港同跨境鐵路服務。港鐵公司嘅工程同規劃人員喺興建新鐵路方面擁有豐富經驗，確保工程項目都能夠準時按預算完成。By capitalising on our solid experience in project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ur professional staff are well equipped to deliver new railway projects to support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building better connections with the mainland of China. 港鐵公司致力不斷為香港提供具世界水平嘅設施及發展新社區，劃時代嘅國際金融中心綜合發展項目，包括樓高88層，全港最高嘅世界級商廈。到咗2010年，一座更高嘅大廈，樓高118層嘅國際環貿中心，將會矗立於西九龍發展區九龍站上蓋，與國際金融中心互相輝映。元芳 Element 喺2007年10月開幕，為香港帶嚟一個全新嘅購物概念，集大型購物、休閒、飲食、娛樂及文化體驗於一身。港鐵嘅鐵路同物業綜合發展經營模式係一個成功嘅例子，好似九龍站上蓋嘅元芳 Element 就係呢個例子嘅典範。呢項發展充分體現港鐵點樣將高質素嘅商場、辦公大樓同埋住宅跟鐵路連結起嚟，提升香港市民嘅生活質素。港鐵嘅物業發展項目除咗質素高之外，我哋嘅管理亦媲美世界級酒店水平。不論喺構思、發展或者係管理方面，成為優質生活及工作環境嘅典範。港鐵公司喺興建大型鐵路及物業發展項目方面，成績有目共睹，有助公司開拓海外市場。最近公司喺國際業務方面有新進展，就係喺中國內地直接投資鐵路項目。中國內地嘅城市高速發展，正需要一個快捷嘅鐵路系統灌注新動力，帶動進一步嘅增長。公司喺鐵路上蓋發展物業嘅業務模式，加上世界嘅一流列車服務，
令內地嘅城市印象深刻。北京同深圳都分別同本公司落實鐵路投資嘅項目，而內地其他嘅主要城市亦因應各自嘅需要，同我哋洽談合適嘅鐵路服務。港鐵公司正利用營運高效率同可靠列車服務嘅經驗，發展歐洲市場。公司喺大倫敦地區成立聯營公司，由2007年11月起營運 London Overground 5條路線，服務倫敦嘅西部、北部同東部。港鐵公司不斷提升顧客服務質素，秉承以客為先嘅宗旨，致力提供快捷、可靠、安全同高效率嘅鐵路服務，使列車運作可靠性維持喺99%以上。We achieve this by having in place a rigorous maintenance regime. Through our comprehensive program of track and equipment upgrades and safety and efficiency programs, we ensure that the MTR network, our trains and our people operate at maximum efficiency at all times. 此外，港鐵公司引入非接觸式聰明卡技術，成為全港集體運輸嘅收費平台。而家八達通已經擴展成為重要嘅小額付費方式，通用於各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商鋪嘅電子收費系統。港鐵不斷致力提升顧客服務質素，令乘客嘅鐵路旅程更多姿多彩。港鐵更係全球率先提供流動電話同3G 電訊網絡接駁嘅地下鐵路系統之一。港鐵亦鼓勵廣告商戶發揮創意，展示各種意念創新嘅廣告，使乘客嘅旅程充滿資訊同娛樂。MTR is one of the few profitable passenger railways in the world where fare revenue is able to cover operating costs. Our property activities make a further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profit. We also supplement these core income streams with revenue from other sources such as advertising, consultancy service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 proven ability to deliver financial results while balancing ou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has led to a high level of support for the corporation from investors worldwide. 企業社會責任係港鐵公司管理文化嘅重要部分。公司一直履行社會企業責任，包括為社區注入藝術文化氣息，推廣健康步行生活，亦舉辦各種活動協助改善香港嘅環境。公司注重人力資源，透過各種訓練同發展計劃，協助員工發展潛能。同時，公司亦鼓勵及協助員工參與社區工作，安排義工活動。我哋嘅使命好清晰，我哋要建造同埋營運世界上最好嘅鐵路系統，建設活力社區。我哋着重用心嘅服務，滿足顧客嘅需要，亦都為我哋嘅股東增值。透過不斷擴展鐵路網絡同世界級嘅服務，加上發展頂級嘅優質物業，為市民帶嚟舒適便利嘅生活，並且喺全球市場不斷尋找商機。港鐵公司貢獻社會，一路帶動生活。